没有看到？对对对对，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练唱一下今天要唱的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你。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再来一次，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永远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好，那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那请我们这时候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手来赞美我们的主，当上帝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大卫王赞美主。当上帝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大卫王赞美主。我要赞美主，我要赞美主，像大卫王赞美主。我要赞美主，我要赞美主。大卫王赞美主，感谢主，当上帝在我的心，我要感谢主，像大卫王感谢主。当上帝在我的心，我要感谢主，像大卫王感谢主。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像大卫王感谢主。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像大卫王感谢主。敬拜主，当上帝在我的心，我要敬拜主，像大卫王敬拜主。当上帝在我的心，我要敬拜主。
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向大卫王敬拜主。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向大卫王敬拜主。我们将感谢赞美都来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赞美主，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是配得我们歌颂赞美的，我们也用心来唱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上帝要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要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扶持我。上帝啊，上帝要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要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扶持我。不要丢弃我，主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扶持我。求你使我，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扶持我。在诗篇第86篇第5节有提到，这是诗人的诗，说耶和华本为善，他乐意饶恕人，也有丰盛的慈爱，要赐给凡求告他名的人。所以我们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来用敬虔的心来赞美他，也用敬虔的心来悔改认罪，相信神必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他的爱是不离不弃。我们来唱这首你的爱不离不弃。没有一个有关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
神的慈爱，是给环球高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以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是给环球高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以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曾经渴望永不改变的爱吗？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我们的耶稣不能背负。我们要向高山来举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我们的神而来，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跟随他，有信心来歌颂赞美他，因为他配得我们赞美的，他的爱是不离不弃。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以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请坐。我们
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要歌颂赞美你，唯有你是我们配得赞美的神。主，我们要学习大卫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敬拜你。主，我们要学习大卫王在你的面前来谦卑，来悔改，来认罪。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足，我们有罪。主，感谢你，因为深知道你的爱是不离不弃。主啊，你也应许我们，在你的应许里面，你的爱是跟随着我们到永远。主，你也应许我们，凡求告你的人，主，你必赐福给求告你名的人。主，我们深知在任何的处境，在任何困难的环境，在不安的世代里，主，你时时都与我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主，所以我们要歌颂赞美你。主，我们歌颂赞美你，也将我们的赞美成为主你所喜悦的祭来献给主。愿你悦纳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神啊，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你的右手满了公义。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来歌颂赞美你。主，感谢你，你的爱，因为你的爱是
无止息，你的爱是永不改变，你爱世上所有的人。主，感谢你将你的属天的恩典、平安、福气白白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在你的面前歌颂赞美你。主，但是我也为着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来祷告，也恳求主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更多慕道友，可以来认识你。主，我们也要将你的福音遍传全地。主，求主你来掌权。主啊，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因为深知主你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没有借着你，是无法到父那边。主啊，我们渴慕来亲近你，也恳求主你用真理来喂养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来长大。也恳求主你用丰盛的怜悯慈爱来赦免我们的过犯，使我们能成为圣洁，在你的面前合乎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来服侍主，来荣耀主。求主用你的圣灵更深更深的充满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来为主做工，也帮助我们爱主能够胜过爱过一切，也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使我们在生命里头有主你的爱，也有主你的同在。主啊，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恳求主你更多做工，好让我们教会能够复兴，好让更多慕道友可以认识主，也让我们在圣殿里头按着主你的旨意来做各样的事工，也恳求主来兼顾我们手所做的。如果没有完成的事工，或者需要做的事工，也恳求圣灵来带领，恳求主来保守，让我们按着主你的旨意来做你喜乐喜悦的事情。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让我们专心来寻求你。主，我们也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手中，也保守牧师正道都有主你的膏抹，有主你的同在，也保守让弟兄姊妹们都有圣灵的同在，心中满有平安喜乐。感谢主，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今天圣经记载在旧约哈该书第1章。要从第2节来读到第12节，哈该书第1章2到12节，我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中一切劳碌得来的。第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以上。这个时候要邀请今天的三重埔教会的牧师陈牧师来证道，因为今天我们的国成牧师、怡娟牧师不在，所以也今天刚好是教会与社会事工奉献主日，所以邀请三重埔教会的陈牧师、智恩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审查自己的行为，审查自己的行为。以下就将时间交给智恩牧师。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谢谢你，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你时常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路上的灯，成为我们的光，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时时刻刻的来觉醒，也来看见我们自己的行为。愿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牧师要带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会比较少去注意到，也比较少会去看见的一本的书信。这一本书叫做哈该书。在整个旧约圣经的分类里面呢，其实它分为了律法书、先知书以及智慧文学，再来就是一大篇幅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所以呢，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读什么？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读律法书，因为我们会看见了当时这一些太古时期上帝创造的这些故事，以及接下来在创世纪当中所讲的4个族长的故事。所以我们看的这些故事，我们会觉得它有一个时间的脉络，所以这样读下来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接下来你读到了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帖记、以斯拉等等这些书信，你会觉得也很顺，因为你看见的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国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些国王他们做了哪些上帝看为好的事情，上帝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再接下去读下去，当你读到了先知书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了。为什么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放弃了？因为我们读不懂，看不懂，你不晓得这一些先知到底在讲什么东西。特别先知讲的东西很多都是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意象之后，告诉你这个意象，告诉你他所看见的意象，以及看见了上帝要告诉他，要他告诉所有百姓的话语。所以我们不确定，也不晓得这件事情他在讲的事情到底这个国家是发生什么事。所以牧师建议你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把它对照，
怎么样的对照呢？你要对照到了历代志上下，或者是列王记上下，或者是以斯拉记等等的这些历史的书信。因为当他在讲这个事件的时候，他所对应的先知，你要把它对应起来，这样才能发现原来先知在讲这个意象，就是在讲这一件事情。所以这样子读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读懂了。因为它不像历史书一样，它照着事件然后来讲它的前因后果。他讲的很多是预言，讲的很多是他看见的意象，讲的很多是他对于这一件事件的评语。但是这个事件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回到历代志，回到列王记上下，回到以斯拉，回到但以理这一些历史的书，你才能够读得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先知呢，他叫哈该。哈该跟其他2位先知这3位先知他们所服侍、他们所侍奉、上帝所呼召他出来做先知的时段呢，非常特别。这3个先知呢，分别就是旧约的最后2卷哈该、撒迦利亚以及马拉基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以及马拉基书呢，那3个的先知，他们所服侍的都是这一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犹太人整个国家被灭亡之后，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之后，他们整个被带到了巴比伦去。他们被带到了巴比伦，在那里当奴隶，在那里被俘虏。但上帝奇妙的恩典，让巴比伦帝国垮台之后，相对接上来的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的皇帝古列呢，他所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这一些以色列人，要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古列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回到那一个家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所服侍他们、所对他们教导、所讲上帝话语的先知，就是哈该、撒迦利亚以及马拉基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3个先知他们服侍的其实是同一个时段。巴比伦帝国在主前586年的时候灭掉了犹大，灭掉了南国的犹大。当巴比伦帝国灭掉了犹大之后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不听神的话，一直不听神的话。但这一句话有一点问题他们其实有没有听神的话？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听神的话？牧师要告诉你，有这些以色列人非常的聪明，他们怎么样听神的话呢？当他们遇到了困难，当他们遇到了仇敌攻击他们，当他们遇到了环境的变化，当他们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他们学习听神的话，他们就来求告上帝：主啊，我错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赏赐我们平安。上帝的心就软了，上帝就听他们的祷告，上帝就赶走了一切仇敌，让他们过着平安的日子。平安的日子过久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怎么样？想要做点坏的事情，就开始又忘记上帝的恩典，就开始在那里继续犯罪。当上帝看见他们犯罪，上帝又兴起了仇敌来打击他们，让他们遇见这样的困难，他们又开始呼求神，神又心软听他们的祷告，赐他们平安。他们平安了一阵子之后，又开始犯罪，犯罪之后又开始求告神，神又心软，又赦免他们，让他们平安。平安之后又想犯罪，就开始又有仇敌，又上帝又开始听他们的祷告。你看见整个先知书，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从4世纪开始，一直到这些列王记、历代志上下，其实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讲他们怎么样的心是硬的，讲他们如何的听神的话，但是又不断的犯罪，到最后上帝兴起了巴比伦帝国，一次把他们整个
以色列国家，整个犹大灭掉，他们成为了亡国奴。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样子的遭遇，或许你会觉得上帝很严厉。很多的年轻人不喜欢读旧约，是因为看见的上帝就是战争的神，就是打仗，就是杀人，就是不符合他心意的就把他杀掉。这好像是旧约里面所要讲的，但其实我们来看，上帝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吗？当我们说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看见耶和华上帝其实也是慈爱的神？以我们做父母的来看，其实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会责骂，我们会教训，我们会教导，甚至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处罚的方式。当我们看见了孩子因为我们的处罚，因为我们的打骂开始在哭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弟兄姐妹，当爸爸妈妈的都不是虐待狂啊，他不是看到孩子哭他就很开心满足，没有啊。有一句我当孩子的时候非常不认同的话，叫做打在你身怎么样，痛在我心啊。我以前当孩子的时候绝对不忍受，绝对没有这件事情发生，怎么可能？痛是我呢。但是其实我们的神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是因为他们不听话，是因为他们犯错。神的惩罚是为了要帮助这些孩子，帮助这些以色列百姓离开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神要帮助我们的是离开那个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在掌权了。巴比伦帝国灭掉了犹大之后，把这一些国家的人带到了巴比伦，让他们做奴隶。但是你有想到吗？在一个晚上，上帝兴起了波斯帝国，毁灭了巴比伦，灭掉了巴比伦。这段故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很清楚的记载巴比伦帝国怎么样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的倒台。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怎么可能发生？而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古列呢，他也在帮助了这一些所有被掳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重新建造，重新让他们建造他们的家园。而这第一批从波斯帝国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一批，大约有5万人。这5万人，他们带着西家带眷，带着所有在巴比伦的产业，他们开开心心的回到了耶路撒冷。而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也都是很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波斯皇帝也给他们一个任务，就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而神的心意呢，不是要他们建造耶路撒冷自己的家园而已，而是要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被毁的圣殿，重新建造被毁的圣殿。而这一段故事呢，你可以回去有时间，你可以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他带领的这一些以色列人回到了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重新建造家园，建造圣殿。弟兄姐妹，从这一段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困难跟以色列人来比，你会觉得我们好像还好。我们没有面对到家破人亡，我们没有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好像没有犹太人他们面对的这么可怕。但是我们看见了神如何在这当中来做事。当这些犹太人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时候，神在这当中出手，在一夜之间让巴比伦帝国整个灭国。一夜之间巴比伦帝国灭国了。弟兄姐妹，如果这不是神做的，谁会有办法？
如果这不是神在这当中的掌权，这不是神的作为的话，这怎么可能会发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的困难虽然没有以色列人这么的严重，但是我们要清楚相信，当我们抓到了神，当我们紧紧抓住这个信仰，牧师要告诉你，在神绝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神是一切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的神。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一直我行我素，那个心是硬的，那个骄傲自大，不理会上帝的警告。我们要紧紧抓住神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哈该书来看见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们的生命遇到了一些阻碍。当这些被掳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被赋予了一个使命，也一个任务，就是开始建造上帝的圣殿。但是他们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遇到许多的阻碍。你想想看，他们长时间在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这一块土地其实也其他的民族就占据了，其他的民族就聚集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帝国，从波斯帝国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要先把这一群赶走，他们要先把这一群人赶走。所以当他们在赶的过程当中，他们面对到了许多的困难，面对了许多的阻碍。当他们开始盖圣殿的时候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些当地的人不断的威胁他们，恐吓他们。弟兄姐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事工跟我们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其实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挑战之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方式，灰心放弃。当他们在建上帝的圣殿的时候呢，当他们遇到了困难，他们气馁了，他们不想做了，最后放弃，把上帝的圣殿先放到一边去，然后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盖自己的家。盖自己的家。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圣殿依然荒凉，而这些以色列人民住在哪里？有天花板的房屋。所以你可以看见，有天花板的房屋代表你不用面对风吹日晒雨淋，你是一个舒服舒适的环境。但是上帝的圣殿怎么样？荒凉。上帝的圣殿荒凉，他们建造了自己的房屋，他们放下了上帝的圣殿，开始盖自己的房屋。这个一放弃，这个一放下上帝的圣殿，一放就是几年？16年的时间。一放就是16年的时间。在这16年当中呢，他们盖好了自己的家，他们开始的享受着安定的生活，而上帝的圣殿依然荒凉。上帝的圣殿依然荒凉。这些犹太人，他们过着安定、舒服、舒适的生活。今天我们所读的哈该书，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背景所出来的一卷书信。先知哈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出来呼吁、出来鼓励这些百姓，不要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顺序、次序给弄错了，也不要重蹈覆辙那些祖先他们所有的这些错误的行为，不要再学习，不要再让自己在这个灾祸的里面了。弟兄姐妹，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会犯罪，人都是有缺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子的软弱、失败、跌倒。牧师不是说失败、跌倒不对，而是在失败以及跌倒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在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跌倒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而当你学到了这个功课，那就是你的成长，那就是你的经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不会让我们走白路，上帝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假使这一条路你走到最后，你发现是死路，
你需要回转，你需要从头再来，都不会是冤枉的。以前的牧师呢，我学的是理工科，我那时候是读职业学校，我学的是修冷气。当我从高工开始，一直学到了二专，我学了总共有5年的时间，在这样子的技职体系，在这样理工科学习。5年毕业之后呢，上帝呼召我来读神学院。弟兄姐妹，理工跟社会科学是完全不搭嘎的2件事。在人来看，我的爸爸这样问过我：那你所读的5年书怎么办？你所读的那5年的冷冻空调怎么办？我说上帝有他的旨意。我的妈妈呢，每次在帮我整理那些书的时候呢，她每次看到冷冻空调的书，她都问我说：这些要不要丢掉？我说还可以留着，至少教会冷气坏掉，我还可以修理一下。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会说上帝不会让我们走冤枉路？我读了神学之后，我才发现，读神学需要逻辑呀。读神学是需要逻辑，是需要一个概念，而理工科的学习是让我对于数理有逻辑的概念。所以虽然我读了5年的理工，我到最后我转回来，我读神学，我读社工，读神学，我会发现其实这样子理工的背景，它帮助了我，让我有很清楚的逻辑概念。所以因为这样子5年的学习，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浪费时间，不认为它是一个冤枉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就算它是一条死路，就算它是一条让你觉得是浪费时间的路，你都有学习的过程。而我们透过了这一些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再一次透过哈该告诉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你们不要再像你们的列祖一样，他们已经跌倒了，你们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了。你们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经验。哈该这一个名字非常的有趣。圣经里面每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你可以去查他原文的意思。每一个原文其实后面都代表着它所要蕴含的意义。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取名字也都是，我们对这个孩子有一些期待，会把它放在名字里面。哈该这个名字呢，它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叫做节庆、庆典、庆节、节庆，一个欢庆的日子。有可能你还不懂在台湾，如果你是10月10号出生的孩子，你的名字一定会被叫什么？国庆，对不对？牧师身边有很多的叫国庆的。从我牧会的这些年来，其实我发现很多孩子也叫国庆。哈该就跟国庆一样，它是一个节庆的名字。而哈该呢，他是一个在写哈该书的时候，他是一位很老很老，将近80岁的先知。所以呢，这个80岁的先知，按照时间来看，他看见了犹大这个国家的复兴的时候，但是他也看见了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最后他被归回到了耶路撒冷。80年的生命里面，他看见了这个国家的高峰，也看见这个国家的低谷。而他的父母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期待这个孩子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能够用喜乐的心来面对。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命。我们的生命在遇到许多的阻碍、许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去面对？埋怨的心、怨恨的心，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用喜乐、用正面、积极的心去面对？哈该的名字让我们看见他这个人的生命，虽然在国家的最困难的时候，但是他依然对神是有盼望的。而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生命遇到了阻碍之后，我们看见他们去盖自己的房子，而他们的生命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来看第2节的经文。第2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上帝很清楚的讲出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把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停下来真正的原因啊。这些犹太人从大老远的从巴比伦、从波斯回到了耶路撒冷，其实他们的使命、目的、意向很清楚，建造圣殿。他们的意向、使命、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建造圣殿。但是这个圣殿只遇到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遇到当时在那个地方的撒玛利亚人的阻挡之后，他们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棒的理由。这个棒的理由叫做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借口，这是一个借口。他们用一个很富丽堂皇、非常 holy、非常属灵的一个话，叫做“上帝时间还没到”，上帝的时间还没到。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这样子回应神呢？今天牧师会不会邀请我们做一个事工？会不会有牧师来邀请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件事工的时候，我们跟牧师怎么回应？牧师，时间还没到。牧师啊，我还有很多事要忙。我们常常用这样子的原因来回绝神的工，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一样跟神说，遇到这些借口，遇到这一个困难，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他们直接用一个很棒的理由告诉神，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还没到。弟兄姐妹，真的还没到吗？波斯皇帝要他们去建造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我告诉你们，波斯皇帝其实为他们预备了很多。波斯皇帝为他们预备了很多的资源，很多的金银财宝，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让他们去面对这个挑战，但是资源非常的丰富。而当他们面对到当地人的阻拦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使命停下来，他们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去盖自己的房子，去过安定的生活，去过舒服的生活，然后给自己一个安慰的理由，叫做盖上帝的圣殿的时间还没到。弟兄姐妹，波斯皇帝到底给了他们多少资源？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第2章。以斯拉记第2章，我告诉你们，他们到底有多少资源？他们有人力资源约5万人。5万人是多少人？我们来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要重新来建造泸州教会，我们要重新来盖泸州教会的话，你跟上帝说，上帝，我没有工人，我没有人可以盖。上帝说，我帮你准备5万人，够不够？5万人，5万个工人来盖教会，你觉得那个速度是快还是慢？上帝啊，不止啊，我只有人啊，我没有这些材料，我没有运送材料的东西啊。波斯皇帝帮他们预备了材料的工具，运送材料的工具有8100多头，包括马、骆驼、驴子等等，有8000多头。意思是什么？上帝啊，我盖教会，我只有5万人，我没有运送这些材料、这些建材，我没有工具啊，怎么运送？上帝说，我帮你准备8000多台货车，每一台货车帮你运送这一些建材，上面的建材都是满的。上帝啊，但是我没有钱啊，盖教会要钱，上帝你知道的。上帝啊，你知道的，我们没有办法让牧师出去募款，我们募不到钱，我们没有钱了。上帝为他们预备黄金500公斤，银子有3公吨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资源，泸州教会重新盖不盖得起来？如果上帝今天给我们这样子的资源，要我们盖教会，你是开心还是难过？看起来你们不太开心，因为要盖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资源成为我们的后盾的时候，你会发现建堂盖教会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遇到了一点点的拦阻，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他们选择就是放弃，选择就是丢到一旁。就算他们有这么多的资源，他们依然放在旁边，依然丢在旁边，一丢16年，一丢16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常常我们也是这样子，从上帝那里领受使命之后，一开始我们可能很积极、很投入在这样的事工，但是当我们遇见困难、遇见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怀疑这个使命对不对？这个事工好像没有要做下去的必要，然后我们会用很多的理由，甚至说上帝的时间还没到，由它成为一个借口，成为理由，把上帝的工作放下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也是这样子回应神？当我们领受了神的使命之后，我们有没有努力积极去面对？我们有没有努力积极去面对？当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使命，当神有给我们这样子的负担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你可能一开始很积极很热心，但发现怎么大家没有人帮我，但发现怎么遇到这么多困难，但发现怎么这么多的拦阻可能时间还没到，没关系先放着。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面对神，所以神要我们去省察自己的行为，去审查你自己所做的所说的。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要反省怎么样的省思自己的生命，怎么样的反省呢？我们来看经文第5节到第6节。第6节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却收的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却穿不得暖，得工钱却将工钱放在破洞的破漏的囊中。我们可以看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第一个反省是什么？我们看见了，当我们把上帝的事工，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目标停滞的时候，放到一旁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环境？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天知对他们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不得暖，工钱放在破洞的囊中。这个说明了这16年当中，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所过的生活。当他们把神给他们的使命这个任务放到一旁之后，这16年里面，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为自己赚得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命做一点什么的时候，神却对他们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却少，喝不足，穿不暖，赚的钱还会漏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神到底给了我们使命是什么，神到底给了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如果我们将这样子的使命放到一旁不理他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教会也会面对到这样子的事情：撒种多，收成少，吃不饱，喝不足。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自己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这个名字很好玩，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呢，是当时到了安提阿这个地区的时候，当地的人称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开始，但是呢，这个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去看，你会发现他其实是很轻视的一种轻佻、一种轻视的一种称呼就是不认识神、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看见了这一群信耶稣，把基督当作生命的中心。我们看见了使徒行传的初代教会，他们是把一切都变卖了，帮助了这些穷人，他们一生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周遭不信主的人说：你们这一群戆的啦，你们这一群笨蛋傻子，你们这一群基督徒，就是只把基督放在你心中，
但是其他什么都不要的人叫做基督徒。所以在当时是非常的轻视，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但是今天我们来用这样子的出发点来思考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时的这些人是因为把耶稣真的放在心中而被轻视，称你们是基督徒。现在的我们呢，被大家说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基督徒，是说你们是很特别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你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信耶稣的。但是我们却把最重要的重心放掉了。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心中？而取代的可能是我们把工作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们把人际关系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我们把很多的朋友放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爱人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我们心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基督了。所以我曾经这样思考过，如果把我们现在这样子的状况拿到2000多年前的安提亚来看的时候，这些安提亚的人不会叫我们基督徒啊，因为我们根本没把耶稣放在我们心中。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反省自己，我们把神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常常把神放在很后面哦。今天如果礼拜天早上，如果告诉你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棒的旅游，我们要一起去露营，那个环境多棒多棒，但是去的时间是礼拜天早上，你要怎么选择？很多人就会说哦，没关系啊，跟上帝请一次假，难得我可以跟家人，可以跟朋友，可以出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把自己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要常常求神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我们现在的状况。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为了追求自己肉体的满足，而不是放在神的旨意上面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调整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心态是对的，是荣耀神的。今天牧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变得非常的圣洁，变得非常的 holy， 每个人都要去读神学院，每个人都要当牧师，每个人都要当全职的同工，不是啊。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当牧者，但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位置。这代表什么？你可能在你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学校的场合，当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你只有一个目的，叫做荣耀神。弟兄姐妹放心，上帝不会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当牧师，但是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荣耀神，要荣耀神。当我们调整好自己之后，我们才有办法重新的出发。所以第二个要我们反省的，我们来看到经文第7节、第8节。第7节、第8节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第9节一直到第11节是在重复的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如果在满足自己为目标的话，忽略上帝的工作，那他们的生命依然是在一个干旱的阶段，依然是非常的干渴。我们回到了第7节、第8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上帝怎么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我就因此来喜乐得荣耀。神没有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完圣殿后，我就因此喜乐得荣耀。意思是什么？神看见了，他们只要我们开始了。神不是说你们把圣殿建完了我就喜乐，不是。神说什么？当你们开始有行动，
你们开始有动作，你们把停滞16年的这个工程重新开始的时候，我就喜乐，我就得荣耀了。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不是要我们有结果，神向我们要的从来都不是结果，神要的也不是我们为他造多大、多漂亮、多美的圣殿，神要我们的是用实际的行动去顺服神的旨意，去学习，去顺服神的话语。如果今天上帝是很期待他们可以盖出一个很漂亮的圣殿，那他们有没有盖成？有啊。后来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时代的圣殿，到耶稣时代的圣殿的时候呢，希律王还大费周章的把整个圣殿做了非常漂亮的装潢，比原本的圣殿还要再大个2倍，非常的漂亮。但是神真的是要这个圣殿吗？神的心意一直就是要这个圣殿吗？如果我们单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神真的很想要这个圣殿，因为神一直说，你们怎么可以自己有房子，却我的圣殿是荒凉，你们要起来建造，你们不能够浪费，不能够荒废了这个圣殿。我们看起来好像神很想要这个圣殿，但是不是啊？神从头到尾都不是要这个圣殿，神要的是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用实际的行动去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刚刚讲耶稣时代这个圣殿，主后70年的时候怎么样？罗马帝国又把它毁了。如果上帝真的很爱这个圣殿，会毁掉它吗？不会啊。神从头到尾都说了，天是他的椅凳，地是他的脚踏凳，你怎么会盖一个房子让我住在里面呢？神永远看重的不是那个圣殿，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要去到普天下为我做福音的见证，我们领受这个大使命。或许你会跟牧师说，牧师，这个使命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完成。但我告诉你，能不能完成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当我们愿意开始来做的时候，神就喜乐了，神就得荣耀了。至于那个福音能不能结果，那个福音有没有传出去，那是圣灵的工作。但神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踏出去，我们有没有开始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神。神看重的不是结果，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个顺服他的心，那个服侍他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主，谢谢你，你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时时刻刻来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反省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我们有没有把它调整对。愿神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当中来扎根。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知恩牧师用很多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喂养我们、提醒我们。那我们来唱回应诗，我需要有主在我生命中。来，那请各位起立来唱这首。你就是指上帝哈，我需要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让连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请坐。这是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好，请弟兄姊妹们预备起立来唱回应的诗。请坐。这时候，请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要句，今天的金句，记载在哈该书第1章第7节。那华语的部分，我们来读2次哈，3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再一次。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哈该书第1章第7节。那华语堂，请问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哎呀哈，那我说一个教会的简单的报告哈。今天我们的怡娟牧师跟国成牧师，都分别到不同的教会。那今天是安排三重埔教会的志恩牧师在我们当中来证道。那今天也是教会与社会事工的奉献主日啊哈。那感谢我们今天能由那个三重埔教会的志恩牧师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给他拍手，感谢牧师。那就是总会教社哈，就是委员会主要的事工就是国内外的急难救助、社群的关怀、永续环境、公益和平。那请弟兄姐妹们来关心、代祷、奉献与支持。那第2点的部分，建堂的募款，在下主日彰化中会美光教会。美光教会就是原住民的教会哈，建堂募款的主日，那就像今天牧师说的，建堂的这个部分哈，
那因为他们要建堂，所以就是要像今天说的，建堂不是建自己的家，就是把上帝摆第一位，那来建堂，那需要募款的话，那请大家也一同来关心、代祷、奉献与支持。那第3点，8月24号到26号是我们的牧师夫妇要参加台北中会牧家的退休会，那所以8月26号晚上的查经祷告会就暂停一次。那第4点，国外的疫情又回温了哈，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大家要再特别谨慎小心，不要松懈。那又要回到今年初这样子，要小心翼翼的，出门的时候都要戴口罩，那也要勤洗手。那来教会的时候也请一样要量体温，那喷消毒液。那要提醒大家做好个人的卫生防护，那以保个人的安全以及他人的安全，这样子。那教会提醒大家，就在聚会的时候全程戴口罩。那第5点的部分，话语堂的防疫服饰呢，就委托招待人员来做这个防疫的服饰。第6点，每周3晚上8点都有查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查经祷告哈。那内容就是包含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那让教会能够得力又蒙福。第7点，每周4呢早上10点就是送年团契啊，也包括乐龄哈，有读经班，欢迎送年团契，还有新来的慕道友踊跃参加。那第8点，每周4晚上一样有这个举行家庭礼拜哈。那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哈，可以向秀兰长老联络。第8点，会计的报告，请大家过目。那今天没有新朋友哈，那我们来看团契的消息。儿童主日学刚办完这个夏季的这个叫做夏令营，刚举办完。那现在又推出一个秋季社区的儿童才艺班招生，有这个捏塑班之类的，有这个就是针对幼稚园啊、国小应该都可以。那它上面是写中低年级还有中高年级都有。那要报名的话，请找那个怡娟牧师，那还有校长结语校长。这个请大家过目。那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就特别注意，赶紧来报名哈。那第2点的部分就是同心团契下主日要参加圣经文化园区半日游，这是新的一个景点，在万里哈，有 Google 看的那个新的景点真的不错，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这个以色列的文化。那不过这已经报名额满了哈。那提醒如果有参加同心团契，有参加这个半日游的，请在下主日的中午12点40分在空大门口集合。那第3点的部分，青少契哈，就有做一个联合的短宣音乐营。那预计在8月22到23，也就是周6、周日要举办音乐营。那地点是在宜兰的五节教会，内容有包括体验教育、音乐分享、专题吉他清。那请弟兄姊妹们也可以一同来关心代祷、奉献和支持。那肢体相通，台语堂的一位玉志弟兄哈，他有捐赠的教会有一批福音的 CD， 他这个有光幅写着说7.5公分的天堂哈，这是免费赠送，自由索取。那大家可以转赠送给慕道友作为传福音的工具，这样子哈。那应该都摆在楼下1楼那边啊。那请大家可以踊跃的索取。那第2点，今天下午有一个安慰礼拜，这是在郑文兄的府上哈，下午3点啊，下午3点在郑文兄家有举办一个安慰礼拜，请大家时间若可以的话，一同去关心来
做这个礼拜。好，那第3点的部分，家庭探访是定于8月20号晚上8点，要去探访文聪兄。文聪兄他住在新店，如果时间可以的话，也一同可以来到新店，好像住在新店稍微远一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是7点半会在教会集合。那请大家关心啦哈。那至于底下肢体的部分，有身体欠安的啦，或者要升学考试、入伍之类，请大家可以拨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要以行动、以实际行动来服侍主。这就是服侍的一种哈。那提名为这些需要的人来代祷。好，那其他的部分请大家过目。来，那这时候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然后唱完再请我们的志恩牧师来祝祷。那请音控来，请大家一起起立来唱390首赞美天父，万福本源，华语版的。赞美天父，满福本源，全能尊贵，仁爱齐全。赞美耶稣，属我罪孽，救我众宝，永远掌权。赞美神灵感化罪人，赐下能力，支持洪恩。赞美神父、神子、神灵，三位的上帝，至圣至圣。阿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及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及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让我们摸祷闭会。